7月，一批珍贵的萨迦唐卡画作从西藏来到上海。唐卡是藏文音译，特指以矿物颜料在布面绘制的宗教卷轴画。日喀则萨迦的唐卡艺术在唐卡众多派别中独树一帜。萨迦有可能是在整个西藏最被低估的县城，只有5万人左右。在13世纪，是当时的整个西藏的历史、文化、政治、宗教的中心，并且呢，在这个地方出现了2位高僧萨迦班智达和他的侄子八思巴，直接见证了西藏成为整个中华版图的一部分这个重要的历史进程。珍藏于萨迦寺的八思巴画传，创作于明代，是萨迦唐卡艺术的代表，叙述了爱国高僧八思巴的生平。在寺院传统中，历来需要3位喇嘛打开5把锁，才能一睹画传真容。这里面不仅记录了一个宏大的这个时代，非常大的皇家气象，无数的细节，艺术家的才情。萨迦唐卡的传统500多年来持续感召着当代的唐卡画师。次仁旺嘉从16岁开始学习唐卡艺术，至今已30多年。在凉州会盟中，他再现了当年萨迦高僧八思巴与元朝皇帝忽必烈会谈的宏大场面。汉地宫阙、大漠中的帐篷、萨迦古寺被压缩进同一画面中。当代唐卡的内容正变得越来越丰富，而制作流程上，画师们依然恪守着严苛的传统。从会前仪式、制作画布、构图起稿，再到着色、染色、铺金描银，一幅画作的创作时间可能长达数年。金银、珍珠、玛瑙等矿物颜料的使用，保证了唐卡历经100年依然鲜艳夺目。在这样一个海拔接近4500米、非常寂寞、非常寒冷的创作环境当中，有这样一批艺术家在安静地用他们的精神、这个身体为心中的信仰来作画，这是非常让人尊敬的。